歡迎收睇我哋 DWQ 賽馬頻道。今集同大家分析10月15號星期三跑馬地夜賽第一場牛池灣讓賽5班馬，跑1650米，總獎金875000蚊。頭場開炮時間係晚上6點40分，我哋一齊睇下今場有邊匹冷馬。1號魔法速遞，潘頓暑期後親自試咗3課閘，係人都睇到，想唔熱都難，希望唔會得返2倍。2號龍澤飛區，貴福特馬房嘅馬，既然呢匹馬上仗已經輕勝對手，無咩必要保留。不過呢條跑道排12檔唔會咁易有型，拖返就算。3號宇宙之光，毛顯東嘅坐騎，鬥志就一定向道，應該要拖一注。4號龍有生，呢匹馬上仗其實係有追勢，賽後練埋氣，排埋嗰一檔，今場最佳黑馬就係佢。5號小神仙，呢個馬房嘅馬係唔會同你急，獲得。6號領倉動力，跑過一場，狀態已經提升，排11檔要考下個騎師，睇下佢可以食到幾多1號嘅飛。7號金得意，慢熱馬，上季好艱難先至俾8屆冠軍騎師潘頓贏翻場，唔使退役，恭喜馬主。8號劍無情，呢路人馬唔會咁易俾你捉到，留意最後嘅賠率變化。9號常常感恩，連跑2場之後壓低咗個評分，但講級數就唔夠細冧把馬跑啦。10號無極勇將，由山搞佢唔掂，想拉頭馬應該唔係咁易。11號不假外求，雖然上仗跑入第2名，但係其實佢冇追前過，今場有其他好過佢。12號貝貝龍，今場預計條欄都冇埋，人哋跑錯先有機會4至6名。